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1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集团，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消息这个凤凰网财经报道万达被北京金融法院列为被执行人，执行标的24亿元，该来的终于还来了对吧？一旦进入这个强制执行，那对万达来说对吧，就是挨了一记闷棍8月7号，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增一则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24亿余元，执行法院为北京金融法院。据天眼风险信息显示，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存10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过76亿元。此外，该公司还存在多条股权冻结信息。这个就说明万达基本上没有因为王老板不停的卖这个万达电影院、卖万达广场，没有因为他卖资产而缓解。大家有没有发现，感觉王老板这边是越卖欠的债还越多，76亿已经进入这个被执行阶段，那就得从你账上开始搜把你账户冻结，把你资产冻结。随着冻结的资产越来越多，王老板腾挪的空间就小了。很多资产表面上看还是他的，但是他动不了。恒大暴雷4年咱们救市也救了，越救万达万科反而越难。你说找谁受理，对吧？这万科已经第8次跟大股东借钱，这万科的大股东有钱吗？对吧？他穿透下去，最后是深圳国资委，但是国资委对吧？地主家也没有余粮。这个今天有媒体报道华南城控股被香港法院勒令清盘，房地产开发商华南城控股有限公司被香港高等法院勒令清盘，成为继中国恒大集团之后被清算的中国资产规模最大的开发商。法官陈静芬做出了这一裁决。此前，华南城经过数月谈判，其重组方案认为能获得债权人足够支持。这个华南城，他的大股东还是深圳什么开发吧？总之，大股东的背后就是深圳国资委，也就是华南城的地位它跟那个万科是一样的，上面是一个深圳国企的爸爸，在后面就是深圳国资委。那深圳国资委为什么玩命来救万科？但是华南城就任由他破产清算呢？你可以说这个好钢用在刀刃上，对吧？这个有限的资源放在这个对吧优质房企身上，你也可以这么说。但是背后都是钱不够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中国房地产报道他说物业费下调超40%，万科物业发退场公告。这是万科物业就是万科的这个现金奶牛看样子现在日子也不好过他这个房地产报道他说物业项目退出潮仍在持续。7月31日，鄂州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发布关于万科华彩城物业服务退场的公告，表示计划于10月31日退出小区的物业服务管理工作，理由是自8月1日起，该项目将按照当地政府规定的指导价调整服务收费，由此前的2.5块每平米每月降至1.4块每平米每月，大幅降价导致企业无法运营。据悉，万科物业在鄂州管理的另一个小区万科五彩城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现在各个地方政府有这个趋势，就要求物业降物业费。这个万科物业本来收2.5块平米一个月，现在政府让他降到1.4块，那这物业就没法干，他不赚钱他就撤。从侧面反映这个现在楼市低迷物业公司也不好干了。我们过去通常认为这个物业公司是现金奶牛，因为他反正这个你看物业费相当于房地产税对吧？你在住1年交1年，年年都得交，那不就是税吗？那你说干物业的旱涝保收，理论是这样，但现在呢，干物业的都不好干了，因为这业主没钱，对吧？业主收入不稳，被裁员，找不到工作，完了他那边还银行按揭贷款，这边物业费你那个标准是定的还是经济好的时候那个标准？你现在是什么形势所以对吧？这个物业费的矛盾越来越这个突出，降低物业费的这个呼声，对吧？这个肯定是越来越大，所以物业公司也不好干了。有的物业公司一看你这地方难缠，也赚不到钱，算了，撤了算了。根据中指研究院观察，2025年以来，物业企业主动退出管理项目的案例数量较过往有所增加，背后是企业策略转变、业主诉求觉醒与行业持续承压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物业费收缴困难导致运营亏损，是物业企业选择退出的主要原因。就目前而言，基础物业服务还是占了物业公司收入大头，退场的核心原因就是算不过账，也就是赚不到钱。某上市物业内部人士对中国房地产报记者表示，该公司今年亦退出了一部分在管项目，说业主诉求同样是导致物业退出项目的重要因素。一
些业务会主动淘汰部分服务水平过低或者质价严重不符的企业，而部分小区的业主则拒缴物业费作为维权工具，或者提出脱离成本实际的非理性降费诉求，导致物业企业选择撤场。中指研究院认为物业项目退潮正在对物业行业参与各方产生持续的影响。短期看，物业企业收缩低效项目会直接导致自身营收下滑，而被退出的小区则会出现服务真空。寻找新的接盘企业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与成本。以杭州万固郡府小区为例，在滨江物业表态退场后，该小区开展了公开选聘物业的工作，原定于7月30日开标，但由于缴纳保证金的单位不足3家，此次选聘只能做流标处理。这个事情告诉我们首先第一个，过去的现金奶奶物业公司现在也不香了，也面临着压力，好日子到头所以咱们一直说对吧，行业只会迟到不会缺席，对吧？过去物业行业那是旱涝保收现在也不能。第二个，我倒是觉得如果物业撤出了，那本小区人组织起来你们小区的失业的人大把，对吧？找不到工作的自己组织起来，自己去干物业，那好歹还能解决8个人或者10来个人的就业对吧？物业的活有的是专业的，比如电工对吧？有些但是那些证好考吗？对吧？实在太专业的可以请人吗？剩下的对吧，自己人干，业主对吧，选出来成立一个物业公司，都这个时候了还讲究什么对吧？就相当于给自己找活干，也就是业主自治。大型的开发商都有自己的物业公司，万科有，碧桂园有，恒大也有，融创也有。本来这些物业公司还能给这个房地产公司对吧稍微输点血，现在一看对吧，人家是物业公司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所以开发商这边那是更加没有指望了。我们再看看这个外资机构对咱们的楼市有什么看法？这个瑞银预计中国房地产市场复苏将延后，说随着第2季销量再度放缓，瑞银集团预计中国房地产市场复苏将推迟。瑞银是此前少数预测中国房地产市场将复苏的公司之一彭博社报道他说瑞银投资银行亚太及大中华区房地产研究主管林正宏受访时说他说中国楼市近几年的销售表现平平，若这一态势持续下去，市场的复苏将比预期来得晚。他今年3月曾分析，在历经4年的下行周期后，中国房地产市场迎来多重复苏信号，并预计全国房价将于2026年初企稳也就是明年初企稳不过他最新预期，除非中国政府出台额外的刺激措施，否则一线城市房价企稳的情况要推迟到2020年中后期才出现。也就是这个瑞银认为中国1线城市的房价企稳要到明年下半年，那2线3线此前多数同行都预测中国房地产行业会进一步下滑时，瑞银是少数预期行业将好转的公司，说明瑞银再一次看错了，再一次被打脸。林正宏指出市场需求减弱延长了房屋销售时间，1线城市房屋库存周转率今年3月已降至平均14个月，但到6月底又升至20.7个月，这意味着将带头房市回暖的1线城市需要更长时间消耗房产库存。他强调3月底以来中国房屋库存总量已持续下降，只是规模收缩需要更长时间。全球银行对中国房地产的前景看法不一，摩根士丹利第3季度房地产销售将持续疲软，汇丰控股则认为市场复苏将呈现高度分化态势，在1线城市拥有强大定价权和充足项目储备的国有开发将从中受益。现在这个外资机构对楼市的看法又开始调整了，所以这些外资机构的看法不能盲听盲信也只能参考他们经常改来改去。我记得高盛最早说是 L 型，后来他也自己都忘了。我们经常说楼市到底怎么样对吧？还有一个指标比较关键，那就是租售比。如果租售比这个数据这个指标是在涨的，那说明那就会有更多人愿意买房子放在那。如果这个租售比在下降，那就有更多的有房子想把房子卖掉。为什么呢？因为房子它租不掉它的租金在下降。这个中指研究院说2025年7月，在毕业季租住需求释放支撑下，重点城市住宅平均租金环比跌幅有所收窄。什么意思？还在下跌，但是只是跌得慢了。根据中指50城住宅租赁价格，7月全国50个城市住宅平均租金34.93元每平米每月，环比下跌0.7%，跌幅较6月收窄0.20个百分点，同比下跌3.81%，跌幅较6月扩大0.1个百分点。什么意思？这个租金还在下滑本来7月份是毕业季，大学生一毕业出去找工作就得租房，不光工作找不到你租房，那按理来说这个时候租房
放一个望啊，租金会有所上扬。结果呢，租金还是在下跌，只是下跌的幅度小了。你从这个角度看，对吧？你说楼市稳了，都说不过去啊。这个今天啊，一个报道说的就是租房市，这个长租公寓牌自如因市场下行频现单方解约，什么意思？也就是租房市场不停的在下降，导致这个长租公寓品牌自如啊，什么单方面解约，对吧？这个自如的经营模式，那就是他跟房东签协议，把房东的房子收过来，然后他自己再打造一个品牌，然后他这边呢找租客入住，这边给房东付租金，那边跟租客收租金，对吧？就这么个模式啊，赚中间差价和服务费。单方解约是什么呢？那就是自如啊，第一个不跟这租户租了，这个签协议了，违约把你赶走，房子不租了，然后把这房子还给房东，我也不给你付租金了，因为赚不到钱。你看啊，他这个报道说自如频现单方解约引热议。2025年以来，长租公寓品牌自如频繁因单方解约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显示，不少房东如租客反映称，在协商未果甚至未经协商的情况下，突然接到自如的单方解约通知，自如按照合同支付违约金后终止合作，导致房东面临空房闲置损失，租客被迫紧急搬家。多位房东表示自如工作人员以市场下行、房源亏损为由，要求房东降租，若拒绝便启动单方解约程序，并按照合同给予相应补偿。然而，违约金方案未获房东认可，有房东反映2个月房租的违约金中被扣除装修折旧费和预付房租，实际到手金额远低于租客同样受到影响。部分租客表示，在酷暑期间接到解约通知，被迫重新看打包搬家，且自如工作人员态度不佳。早在2024年上半年，自如便因强制解约引发争议，甚至有房东在未同意解约情况下，发现自己自如 APP 已自动确认解约流程。自如曾回应称，解约属正常业务调整，涉及解约用户将依合约补偿，但持续至今的单方解约风波引发外界对其商业模式可持续的质疑，自如正面临严峻深层挑战。他这文章很长啊，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正好跟自如打过交道，我还跟好几个长租品牌都打过交道，我对今年北京的这个租房市场还有一些了解。我一直说啊，这个租房市场实际上就反映了这个北京的楼，它会间接影响。如果房东的房子租不出去，那个楼市啊，它就根本没有见底，它还有下跌的。如果这房子好租，对吧？而且房租还在涨，那你这房子，对吧？这个地方的房子不会很难。有人他买了房子，他就，总之啊，你租金下降，房子租不掉，那你那个房子没有企稳，这是。我有一套房子在通州，应该是今年是4月份还是5月份到期。我那个房子是租给谁了呢？也是个长租品牌啊，是建行下面建信租赁，是建设银行的不高这个房屋银行，它那个模式跟这个其他的长租品牌是一样的，就是从各个房东手上啊把房子收来，然后它里面打个隔断，然后他就开始对外出租。这是下面一个叫建信租赁，他也搞个 APP。哎，我一看他是建行，那靠谱。我这个房子给建行之前啊，是蛋壳爆雷了。有一天啊，我接到蛋壳的这个管家的微信，说他们已经爆雷了，然后他们要把那个房子的密码什么的告诉我，发给我，然后让我跟那个还住在那个房子里面的那些租客啊去协商。我当时跟租客一协商，那些租客啊好像是蛋壳好像也不欠他，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损失啊。总之我问他们是愿意继续住呢，还是愿意搬走。哎，他说他们要搬走，那我就给了他们半个月。他们一搬走之后啊，然后那个建信租赁的人就找上我，他们都有名单的啊。后来我了解，他们好像是通州这个住建部门或者是这个公安，他们都有这个对接，也就是让建信投资啊去接这个蛋壳的这个烂摊子，这样维持稳定啊。所以这个建信租赁的他就有我的联系方式，他就给我打电话问我房子愿不愿意。我一听说他是建行的，那就租给他们。他很厉害啊，建信租赁他那个模式啊跟那个蛋壳不一样，他是租金是1年1付，然后你每年给他1个月免租期，但是他不给你押金，所以他就是比如说这个月他把今年的房租全给你了，没有押金，到明年这个时候啊，然后你要给他1个月的免租，完了之后他再把1年的房租打给你，1年1付。哎，但是我就觉得啊，因为他是建行的，咱不用担心吧，他有事咱告他，跟他签了个5年的。他那个 APP 你可以看到那个房子出租期，他把我那房子打了个隔断之后啊，搞成3个房间，然后我就经常看啊，就发现他永远只有2个房间租出去了，还有1个房间是空着的。我就觉得他这肯定要赔钱，因为我给他1个月多少钱我心里有数啊，租2个房间他肯定不能把他成本包住。完了他还有一个管家负责打扫卫生。果然啊，搞了4年半，也就是在去年大概
11月份还是10月份的时候，这个建信租赁呢就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他们想退租，不是跟我一个人退租啊，他们要退出整个通州市场。他说通州市场不赚钱，他们公司要退出。我说那你们怎么退出啊？他1年租金都付过了啊，这应该是到今年的5月份还是4月份才到期啊，他前头就付。我说那你怎么退租呢？他说那你看看能不能给我退点给建信租赁啊。我说到时候再说吧，等过完年我再去接收这个房子。然后谈的结果就是他也不给我钱，我也不用找他钱。为什么呢？因为那房子这个你还得把它收拾一下，我们就两清。这个时候自如就找我了，我当时就想把这房子给自如吧，我就省得自己操心啊。我那个房子从那个蛋壳手上解约给我的时候，蛋壳那个时候好像月租金是7000，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大概我给建信租赁的时候只有6200，后来他是第一年6200，第二年6300，慢慢涨，我记得好像涨到6500，那就是6500也比在蛋壳的时候便宜。好，自如跟我联系啊，自如跑去一看，他说租金4800，一下就少了1700，本来6500啊变成4800，但是我想4800就4800吧，反正不让我操心就行，我就准备把这房子给自如啊。结果自如跑来跟我说啊，他说我这房子要装修。我说为啥要装修？他们自如有统一的风格，然后他找了个设计师进去一看，然后给我报了个价，说这个房子装修要7万多，这个7万是我来，但是我不用掏钱，从那个租金里面扣啊，通过2年扣完。你想4800一个月，他1年租金才5万多一点，我这合着1年半白租了，他要装修一下，那我就不能干了。我认为你这自如呢，我说自如你不是这个房屋租赁吗？你们主营业务是房屋装修是改了是吗？对吧？你这不就是赚装修费吗？我说你这也能玩得下去啊？我宁愿给个小中介，哎，后来一个小中介找到我，我把房子给他了。我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就是自如这种模式啊，实际上他也扛不下去了。他本质上靠装修赚钱。你想，你这房子装修7万，他能从中赚多少钱？他靠这个赚利润。完了装修这个装修他还免期，你这变成家装行业。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啊？实际上就是这个租金在下滑，房子越来越难搞，房屋中介的就是自如这种，实际上难以为继。租金在涨的时候，房子越来越好租，对吧？租客越来越多的时候，搞房屋中介的赚钱，对吧？因为他今天从房东手上收到房子是5000，等到他明年卖的时候变卖6000、卖7000了，这个租金是在上涨。租金下跌什么意思？他现在从我手上4800拿到房子，等到明年再租的时候只有4500了，对吧？后年租4000，因为房价租金在跌啊，他只能往出租4000，对吧？你说他怎么赚差价？赚不了了，赚的是负的。所以一个市场在下行的时候，这些中间商都要赔钱。就像那个茅台价格下跌的时候，很多茅台的经销商恐怕要关门要暴雷，就这么道理。所以说啊，这个自如因市场下行频现单方解约啊，自如单方面跟房东还跟这个租户解约，实际上反映的就是这个楼市低迷。所以说对北京的楼市啊，这个我是深有体会。而且北京现在房子也不好租了，因为人少了，你只有降价。最后我们再看看啊，这个中国经营报啊，它今天一篇报道说，这个上半年法拍房成交量价齐跌，多家市场机构近日发布2025上半年法拍房市场数据。多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各类法拍房成交量价齐跌，各城市热度持续分化。从单月来看，今年6月份重点城市法拍房挂牌量环比明显增量，同比仍有所下降。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各类法拍房成交量同比下降不足1%，但成交总金额同比减少近20%，成交均价同比下降超8%。今年以来，多地明确法拍房可纳入公积金贷款范围，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法拍房购房资金门槛。业内分析认为，面向法拍房市场适度放开部分优惠，有利于进一步加快需求入市节奏，为楼市的止跌企稳提供更多助力。但即便这样啊，那上半年的法拍房还是量价跌，这个也符合啊这个目前楼市的一个，不可能说楼市低迷完了你法拍房还挺活跃的。这个关于法拍房啊，我在咱们的节目里面一直强调，韭菜不要碰法拍房，里面的坑太多，万一你赶上了，那你就对吧，痛不欲生了，就后悔。你赶上一个啊，够你受的。这个财新周刊他今天啊刊登一篇文章，叫豪宅执行频现争议，代押买卖或致前房两失。他这文章特别长啊，它主要就是介绍有人通过法拍拿到的房子啊，有的还是别墅啊，拿到别墅结果住不进去，而且也很难办这个房产证，然后就不停的打官司。而且大家也知道，这种民事纠纷呢，不同的法院它判罚不一样，对吧？同样一种情况，你在安徽的这边法院，他支持，然后你到浙江那边法院呢，他又不支持，好像情况都差不多，对吧？就是案例啊差不多的，因为它是民事啊，所以说啊，就是这些买了法拍房的人苦不堪言。他这个文章啊，以这个2015年最高法院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简称2015年的规定啊，这里面有个第29条，它这个第29条啊，明确金钱
前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法院应予支持。它有3种情形啊。第一种情形，在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书面买卖合同。第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3，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50%的。这一条文旨在加强对购房人生存权益的保护，避免因开发商原因导致房屋被强制执行。这个是2015规定，高院的一个叫司法解释，就这么一条啊，不同的法院它的理解不一样。然后这个财经网啊，它以一个案例为例啊，说北京的在朝阳区叫奥景园，是一个纯别墅小区，一名购房人2019年以1000万元价格购买了一套约346平方米的毛坯房别墅。购买时，该房屋已被开发商抵押，后开发商因无力还债，被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购房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顺义区法院一审认为房屋为别墅啊，他认为啊，这个涉案房屋是别墅，不应参照2015年规定的第25。那购房人就败诉。好，购房人不服啊，进入2审。北京3中院于2022年7月改判不得执行涉案房屋，理由是购房人主张符合第29条规定。就是这么一个房子，同样一个房子啊，顺义法院认为你不符合这个2015规定的第29，到了中院又说你符合2015年规定的第29。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你看，就同样一个房子，不同的法院看法不一样，那你说怎么弄？所以你要是摊上这种事情，你只能烧高香，看审理这个案子法官他是怎么想的，民事啊。所以这个又扯到那个5大性骚扰案，对吧？就跟那法官有关系，法官认为你这个不叫性骚扰，那就叫法官认为你这确实有性骚扰嫌疑啊，那就是。所以说啊，作为韭菜，远离这些法拍法，避免掉入坑里。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着，感谢大家。如果喜欢我的，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